主后2026年1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尊坦戒命，生活蒙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7章12节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7章，你若切实遵行这个命令，上主恁的上帝就会守伊对恁的列祖立誓所立的约，对恁是慈爱。伊会听恁，赐福恁，互恁兴旺，嘛会伫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要赏赐恁的地，互恁生炭济济，搁互恁土地会出产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牛仔囝甲羊仔囝加添真济。恁得到福气会超过万族，恁的男女无一个袂生，恁的精生无一只袂生炭。上主会互病痛离开恁，恁所在埃及逐款的歹镜头，伊袂降互恁，只有会降互所有怨恨恁的人。上主恁的上帝交互恁的民族，恁着拢甲因消灭，毋通对因手下留情。恁毋通服侍因的神明，因为安尼会致到恁受灾难。恁若心内想讲，这个国比阮较强，阮哪会当甲因赶走？恁毋免惊因，一定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对埃及王甲拢总的埃及人所做的事，就是恁有亲目看到的大灾难、新热奇事，搁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开力的手，带恁出来。伊嘛会安尼对待恁所惊的民族。上主恁的上帝要降瘟疫伫因中间，直到遐个剩落来走去灭的人伫恁的面前消灭。恁毋免惊因，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恁的上帝是伟大可通敬畏的上帝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渐渐将这个民族赶走，恁毋通真紧甲因消灭，则免野兽加添真济，煞伤害着恁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民族交伫恁的手，互因大惊扰乱，直到因灭亡。搁会将因遐个王交伫恁的手，互因对世间消失，无一人会当对抗恁，直到恁甲因消灭。恁着将因雕刻的神像用火烧掉，毋通贪神像身上的金银，嘛毋通摕来做家己的，则免恁因为安尼受灾难。因为这个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的。任何偶像拢毋通带入恁的厝，则免恁甲遐个物相款正体着毁灭的。恁着彻底厌恶这个物，因为这个是着毁灭的。尊坦戒命，生活蒙福。台湾的民间信仰融合道教、佛教和儒家的祖先崇拜，人将生活需求、心灵安慰寄托伫神明。对内的宗教行为和甲神明的互动，靠着仪式祭礼、许愿、行愿、道德修持甲社会行为表现出来。跋杯甲抽签是台湾信徒追求神明指引的主要方式。跋杯是将神明意志实体化的动作，透过两块茶做的跋杯的正反，来确认神明是毋是有应阮所求。
抽签是透过求签师甲解签师的解读来了解神明对某一件代志的预告，也是宣示。上接看见的祈福项目，亲像身躯健康甲平安、事业顺利甲财运亨通、婚姻甲家庭和乐、考试成功甲物质顺利、安太岁与化解厄运等等，拢反映出人伫生活中实际的渴求。即种进入甘地的意识的人，正面对未知的征战、定居、安身立命等问题。摩西再次说明，信仰准则是听从、诫命、切实遵行。因若安尼行，上帝会信守过去所许的诺言，坚守甲因定的约，用不变的疼款待因。上帝要疼因，互因繁荣昌盛，应允因祖先踮咧赐福因的土地赐福因，互因子孙济济，生产丰富，有五谷、酒、橄榄油和大阵的牛群、羊群。摩西大声引用过去经验，爱以色列人记牢上帝伫历史中的奇妙作为甲带领。过去安尼，现今甲将来也安尼。透过唤起人民思想过去的恩典，来激励人的心，为过去感恩，搁继续持守诫命来蒙福。再者，以色列人接续要面对的土地争夺战，是一场信心的考验。摩西爱因免惊失败，因为上帝同在。就算敌人济济，武力强大，拢难袂倒因，因为上帝要甲伊的子民做伙征战。上帝向伊的子民保证，伫以色列人定居甘地了后，若遵行伊的命令，伊就要用慈爱款待因，搁赐福因。一切具体的福分，包括五谷丰收、生畜兴旺、身躯健康，甲免于灾害。若是这个，拢必须定照伫守约，也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顶面。以色列人守约就必定遵约，若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将互上帝惩罚消灭。伫现今世代，基督徒也深切需要上帝的赐福。上帝对于儿女的称赞关怀，包括物质的丰富、心灵的饱足和对家庭、族群的眷顾，互子孙繁荣昌盛。人应该以信靠甲感恩的心回报上帝恩典，守伊的诫命，搁将所得的恩福分享予人，活出荣耀上帝的性命。安尼，上帝恩典是风化延续到世世代代。默想，上帝是施恩赐福的上帝，我是毋是甲上帝的赐福单单导向属灵的赐福？忽略伊也是互人的物质生活丰足无欠缺的神呢？咱来祈祷，信实守约的上帝，我愿意顺服你，信靠你，求你施恩保护赐福。感谢你，互我毋单单享有心灵内面的丰盛，也伫物质生活够用无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